国际新闻来关心西班牙即马当地的上大雨造大水，上无已经知影有造成90个人死亡。因当地政府已经赶紧成立应变中心，在规划救灾行动。也毋过有一寡所在路途较遥远，而且伫偏远的所在，交通嘛断去，即马是无法度去救，所以有个死亡人数会阁继续增加。 救援人员在直升机到东部瓦伦西亚自治区的乌提尔市，一个富人摸到狗，水淹到伊腰只悬，等人救。要成功吊挂离开和大水引起的厝。瓦伦西亚一个镇海波尔塔受损真严重，一个安养机构有60人不幸死亡，真侪坐伫轮椅的60人行动无方便，看到大水，心内真惊行。 400 coches, esto, los garajes están todos inundados con ciento y pico coches cada uno. 这是欧洲国家这几年来遭受上严重的自然灾害。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讲，瓦伦西亚在过去8年真久来降雨量比过去20个月累积的雨量也更加多。这场雨正特别，尤其北极暖化速度比世界其他所在也更加紧。As Spain has 2-3 meters of water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are heading to record flash drought here in October. They're connected because of something called the jet stream. This is this river of air high above Earth. There's one in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one in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The more it slows down, the more it gets stuck. The wavier it gets, you get a lot more rain because it's not moving. 这场大雨自2到一直落到3站，侵袭南部甲东部地区，一寡庄稼所在路拢变做溪流，厝被摧毁，路袂通，也有重大死伤，真侪灾民甲出来人失去联络。政府成立紧急应变中心，部署救援人员加超过1000位士兵到灾区。不过国家偏远的所在，因为大水甲路拢切断，无法度过，真歹搜救，估计死亡人数也会继续增加。公司新闻吴文玲报道。